讲到外界拢真烦恼讲劳保基金会破产，新的劳动部长何培山今嘛搁再表明，讲只要有政府伫咧，这劳保就袂倒。嘛强调讲，这劳保基金政府目前拢有咧保，劳保年金的改革嘛一直有咧做。劳保基金当时的改革，各界拢真关注，因为这条基金伫2028年就会用了。新的劳动部长何培山23头一届去立法院维权委员会报告甲备询，针对劳团建议甲保保入法，伊强调讲，这已经做4年啊，即马劳保财务相对稳定，无破产的问题。对劳保进行挹注跟拨补，这就是我们所谓拨补入法中的政府负最终支付责任的改革，也已经这样做4年了。现在劳保基金水位来到新高，9941亿。立委质询的时阵，何培山强调讲，会持续稳定劳保的财务，加做第一要紧施政的工课。嘛强调讲，一定会持续保保，以未比用过保保的金额1200亿较低为原则。不过立委批评讲，保保敢若是治标无治本。跟委员报告，就是拨补就是改革。部长必须纠正你一下，拨补不是改革。好，如果拨补是改革的话，我觉得军公教就用拨补就好了。拨补叫做治标不治本。因为何培山捌做行政院副秘书长，行政院2届修劳基法，去劳团看到是2届修法，而且是愈修愈倒退。立委嘛提出质疑。我相信啦，劳工仍然是你心中最软的一块啦，并没有修恶，我们只是让它有弹性。经过修法后，到现在已经运作6年了，事实上也运作得很好。那么我们的经济到现在才可以这么创新高。那边立委拢出招，另外立委是希望何培山在推动中高龄甲妇女2度就业，会当更加积极咧。何培山强调讲，会持续推动家庭照顾留职停薪、甲育婴留职停薪等等的政策，消透因的压力，或者培劳动力会当重新进入工课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